當你啱啱開始讀物理嘅時候咧，通常會先由最簡單嘅學起啊，例如一粒單粒子點樣移動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學到牛頓定律 （Newton's law）。之後咧，讀到電磁學，你可能會問一粒電荷會點樣影響另一粒電荷咧？咁啊，於是咧就會學到庫倫定律 （Coulomb's law）。再深入少少嘅，你可能會學帶電粒子喺電磁場入面點樣運動。呢一啲例子咧，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咧我哋先掌握單粒子或者少量粒子嘅基本物理，再希望由呢啲底層嘅規律出發，理解粒子數目更加龐大嘅系統，例如氣體啊、水嘅流動啊、鐵磁性啊，以至係某啲物料點解低溫之下咧會進入超導狀態嘅。呢一種思路嘅背後咧，首先有一個咧叫做還原論假説 （reductionist hypothesis），即係無論一個系統有幾複雜咧，佢最終都係由更基本嘅組成部分同埋基本定律咧所支配。但係好多時咧，我哋又會想再行多一步。既然知道咗最底層嘅粒子點樣運動，佢哋點樣相互作用，咁理論上就應該可以由下而上，將所有高層次嘅現象咧逐步建構翻出嚟。咁喺1972年咧，物理學家 Philip Anderson 就喺 Science 發表咗一篇對後世非常有影響力嘅文章，叫做 More is Different。佢喺文章入面咧，就將啱啱所講由下而上建構翻高層次現象出嚟呢一步咧，叫做 constructionist hypothesis， 中文叫做建構論假説。而 Anderson 最重要嘅提醒咧，就係還原論成立，唔代表咧建構論咧都會自動成立嘅。咁簡單嚟講啦，即係知道一件物質由電子、原子核同埋電磁作用所組成，唔等於你已經知道佢最後會唔會被磁化啦，會唔會形成超導體，最後會出現咩狀態嘅，亦都唔代表你逐粒去追蹤呢啲電子咧，就係最有效啊、最有解釋能力嘅方法。所以 more is different 咧，唔係只話粒子多咗，條數難計咗。佢更加想講嘅係咧，就係當大量粒子互相作用，呢個物理系統咧可以形成新嘅集體性質、新嘅秩序，同埋一套更加自然嘅有效描述。呢一種現象咧，我哋叫做湧現 （emergence）。咁我哋試下先由一個中學物理已經接觸過嘅概念開始啊，就係溫度啦。咁一個氣體分子咧可以喐得快啲，亦都可以咧有時喐得慢。咁佢當然有佢自己嘅位置啊、速度啊同埋動能啦。咁一粒分子究竟有冇溫度嘅咧？比較準確嘅講法係咧，溫度咧就唔係一粒粒子某一刻所帶住嘅固有標籤嚟嘅。一粒分子當然有佢嘅動能啊，但係動能同溫度咧就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對於一個處於熱平衡嘅 monatomic ideal gas，即係單原子理想氣體啦，我哋可以寫到咧一粒粒子嘅平均動能同嗰個氣體溫度咧就係成正比嘅，就係呢條數學公式啦。咁呢條數學公式唔係話每一粒分子嘅動能都要等於右手邊，個重點咧其實係左手邊嘅平均值。而我哋日常生活所用到嘅溫度咧，其實就係將一大堆粒子嘅動能分佈拎一個平均值而概括出嚟嘅一個宏觀參數嚟嘅。咁再詳細少少去講啦，即係話同一箱氣體入面咧，有啲分子咧可以喐得快啲，有啲咧就會喐得慢啲，而且咧佢哋會不停碰撞咧去交換能量噶嘛。咁某一粒分子咧可以呢一刻咧喐得比較快，但係下一刻咧就可能咧喐得慢咗噶啦。所以我哋唔應該拎起其中一粒分子，見到佢呢一刻個能量比較高，就話呢粒分子呢一刻嘅溫度特別高。更加準確嘅講法係咧，佢哋呢一刻嘅動能比較高嘅啫。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係單粒子有佢自己微觀嘅狀態，但係溫度咧通常就係描述一批粒子所形成嘅統計狀態。咁呢度咧就會出現一個好自然嘅問題啦。究竟呢個系統要有幾多粒粒子先可以定義溫度咧？其實個答案咧就冇一條明確嘅分界線嘅。例如咧個系統咧就唔會話咧有999粒粒子咧就冇溫度，但係你加多一粒落去1000粒咧就突然有溫度。個真正關鍵係咧，我哋所揀取嘅範圍入面有冇足夠多嘅自由度，又或者簡單啲嚟講啦，粒子數量喺個範圍入面夠唔夠多，而令到統計出嚟嘅平均值夠唔夠穩定。而且咧呢啲粒子咧亦都要有足夠嘅時間咧去互相交換能量，令到成個系統咧係大致可以趨向咧熱平衡嘅。所以溫度嘅定義咧，其實係涉及到空間嘅尺度同埋時間嘅尺度嘅。咁啊，首先講下空間嘅尺度啊。你揀選嘅區域咧，就唔可以細到咧得幾粒分子，咁咧，否則粒子嘅數目或者能量嘅漲落咧就會非常之大。咁所謂嘅平均值咧，都會不停大幅咁跳動，咁咧就冇意思嘅。但係同時間你所揀選嘅區域咧，亦都唔可以太大嘅喎。
例如一間房左邊開暖爐，右邊開冷氣，而且成間房都未達到整體平衡嘅話咧，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你就唔應該用一個單一溫度去描述成間房嘅溫度啦。呢個時候點做咧？我哋就要將成個空間分成一個個較細嘅區域，咁咧就為每個區域咧定義一個局部溫度。而要咁做咧，每個局部區域咧就要至少大過兩次分子碰撞之間可以行到嘅距離。喺術語上咧，我哋叫做 mean free path。呢一個區域咧，亦都要咧包含到咧足夠多嘅粒子，但係同時呢個區域咧又要細過溫度喺宏觀上明顯改變嘅尺度。咁簡單啲嚟講，即係唔可以揀得太大，又唔可以揀得太細。咁我哋再講時間尺度啊，我哋觀察宏觀變化嘅時間，至少都要長過粒子碰撞同埋重新分配能量所需要嘅時間啦。如果同時間系統變化得太快咧，咁粒子之間咧又唔會有足夠時間達到局部平衡嘅喎，咁就連局部溫度咧都未必有一個清楚嘅定義啦。所以溫度咧就唔係話粒子夠多咧就自動會有嘅，更加準確嘅咧其實係當一堆粒子真係接近熱平衡，而微觀細節可以由一個相對穩定嘅統計分佈去概括嘅時候咧，咁溫度先成為一個有用而且清楚嘅宏觀物理量。而其實咧氣體壓力咧都有相似嘅諗法嘅。喺微觀層面上咧，氣體入面咧就會有大量粒子咧去撞擊容器嘅表面，過程中咧就會交換動量。而根據牛頓第二定律，動量嘅改變咧就係一個力啊嘛。呢一個力咧正正就係氣壓嘅來源啦。但係我哋唔會，亦都冇可能逐次記錄每一次碰撞嘅細節，所以咧我哋就會用壓力呢一個概念咧去描述一個平均完咗之後嘅效果。而再去到流體力學啊，我哋會使用密度、壓力、溫度、流速呢一類物理量咧去描述嘅，而唔係咧去追蹤每一粒水分子當下嗰一刻做緊啲乜。而啱啱我所提到嗰一堆宏觀變數咧，就唔違反微觀層面上每一粒粒子要滿足嘅力學，而只係咧當個尺度有所改變之後咧，逐粒粒子嘅研究或者描述咧，就已經唔係最自然嘅語言啦。呢個正正就展示咗湧現呢一個概念入面其中一個核心，就係底層嘅物理定律仍然成立，但係高層次咧就會出現一套更加有效嘅自由度或者所謂嘅描述方式。咁我哋依家試下去第二個例子啊，鐵磁性。不過咧講鐵磁性之前咧，我哋首先要解釋物理學入面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叫做相，英文咧叫 phase。最熟悉嘅例子咧，當然就係固態、液態同埋氣態啦。冰啊、水啊同埋水蒸氣咧，都係由同一種水分子所組成，但係水分子嘅排列方式、活動方式同埋整體嘅宏觀性質咧，喺唔同相底下咧係完全唔同噶嘛。所以物理學所講嘅相咧，唔係某一粒粒子變成另一種粒子，而係大量自由度或者大量粒子形成一種比較穩定而一致嘅集體狀態。而唔同相底下咧，可以有唔同嘅對稱性啦、秩序、導電性或者其他嘅宏觀反應嘅。其實除咗固態、液態、氣態之外咧，物質仲可以有其他狀態，例如鐵磁相啊、超導相啊，甚至乎係近期比較流行，大家可能咧聽得多咗嘅拓撲相呢一類。有時唔同相咧就唔可以由肉眼咧去分辨，而係咧要由一個宏觀物理量去區分嘅。呢一類物理量咧，我哋叫做 order parameter， 中文咧叫做序參量。咁我哋去翻鐵磁性嗰個例子先啦。我哋透過實驗知道咧，電子咧係有自旋嘅 spin， 同埋咧自旋有關嘅磁距。為咗咧去建立一個簡單啲嘅圖像咧，我哋可以暫時將每個磁距畫成一支箭嘴。但有好多電子嘅磁距就唔代表嗰件材料自然就係一粒磁石嚟嘅。呢一度咧，我哋就會定義一個概念叫做磁化強度 （magnetization）。咁呢一度條數學公式咧，就會理解成咧每單位體積入面所有磁距向量加埋出嚟嘅結果。假設堆磁距箭嘴方向係亂晒龍嘅，有啲向上，有啲向下，有啲向左，有啲向右。咁你加埋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互相抵消，令到個整體磁化強度咧就接近零啦。所以咧單粒電子有磁距，但係咧你想真正令到個物料有鐵磁性質咧，其實係需要大量磁性自由度形成出嚟嘅集體秩序嚟嘅。而且咧個關鍵其實係咧電子之間咧係有所謂嘅交換作用。咁我哋試下用一個簡化咗嘅 Heisenberg model 去寫啊。
咁呢一度嘅 H 咧就係一個 Hamiltonian，你咧可以粗略理解成為系統能量咁嘅意思啦。咁當呢一個參數 J 大過零嘅時候咧，咁相鄰電子嘅自旋，如果佢哋係平衡排列嘅話咧，又或者話即係嗰啲箭嘴指向同一個方向咧，就會降低個能量嘅。不過咧，降低能量就唔係考慮一件物料最後出現咩相嘅唯一考慮因素嚟嘅，因為咧我哋仲要考慮埋個溫度。真正決定一件物料平衡狀態咧，其實係個自由能 （Helmholtz free energy）。咁喺呢條數學公式入面咧，右手邊 E 咧就係能量啦，S 咧就係 entropy 即係熵啦，T 咧就係溫度。咁左手邊個 F 咧就係 Helmholtz free energy 啦。如果咧你想知道最後嗰個系統去到咩相或者咩狀態咧，其實就係要睇下喺唔同溫度底下點樣可以令到 F 咧變到最低。咁呢度咧明顯咧就有兩個玩法啦，一係咧就令到 E 越低越好，一係咧就令到 S 咧越大越好。因為右手邊個 T 咧係溫度，唔可以負數。呢度咧嗰個溫度咧，我哋係講緊用 Kelvin，唔係攝氏度，所以咧就唔可以負數嘅。而且咧我啱啱提到啦，交換作用咧就係偏好啲自旋排得越整齊越好噶嘛，因為咁樣可以降低個能量 E。但係 entropy 咧就係偏好無序嘅，因為亂撳子嘅微觀排列方式咧通常係多好多。所以咧，可唔可以產生鐵磁性咧？其實可以理解成咧兩種傾向嘅競爭。交換作用就想建立秩序，從而令到個 E 變細，降低個 F。但係熱漲落咧就想破壞秩序，令到個熵咧 entropy 變大，咁咧從而令到 T.S 嗰項咧就變大啦。咁咧亦都可以減低個 F 嘅。而當一件磁性物料個溫度高過 Curie temperature 居里溫度嘅時候咧，個熱漲落咧就夠勁。咁咧，所以咧就偏好咧令到熵嗰項咧就增大，即係話咧啲電子自旋咧冇辦法維持長距離都係一致咁樣排列，又或者咧堆箭嘴根本上咧就唔想指向同一個方向。喺宏觀上咧，我哋就會見到嗰個磁化強度咧通常就係零，咁呢個咧就係無序相啦。但係當個溫度低過 Curie temperature，咁交換能量嘅優勢咧去減低 E 呢一項咧就足以克服我啱啱提到熱漲落嗰一項。所以咧個系統咧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鐵磁相，咁咧從而令到嗰個磁化強度 M 咧就唔係零，而且咧呢個變化咧係自發性咁樣發生嘅。咁呢度咧低溫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嚟嘅，唔係話一定要低到落去零下幾十度啊先會有磁性嘅，而係咧個溫度本身咧就要低過嗰件物料自己嘅 Curie temperature。例如鐵咁樣啦，鐵嘅 Curie temperature 咧大概咧就係1040 Kelvin，即係大概770攝氏度。咁對於鐵嚟講咧，室溫咧其實係已經遠低於咧 Curie temperature，所以咧點解鐵磁性咧可以室溫咧底下亦都存在嘅。咁呢度亦都值得再提多一個概念啦，就係所謂嘅自發對稱破缺啦。喺高溫嘅時候咧，其實個系統咧就冇揀任何特定嘅磁化方向噶嘛，而喺一個理想化旋轉對稱嘅模型入面咧，本來所有方向咧都應該係等價，但係當件物料入咗去鐵磁上之後咧，個系統咧就會自發咁樣揀咗個方向。例如嗰個磁化向量 M 咧，可能指去個 C 軸，咁咧原本嘅定律咧，其實就係容許所有方向都一樣噶嘛。但係最後實際狀態下咧，佢咧又揀咗個方向喎。咁呢一個情況咧，我哋叫做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中文咧就係自發對稱破缺啦。而啱啱提到嗰個磁化強度 M 咧，就係用嚟區分呢兩個相咯，或者宏觀狀態嘅聚參量。咁 M 等於零嘅時候，頭先提過啦，無序相啊嘛。M 唔等於零咧，就係代表一個鐵磁嘅有序相。所以鐵磁性咧就唔只係好多粒小磁佢加埋，而係大量磁性自由度通過相互作用喺特定溫度底下共同形成一種比較有長程秩序嘅宏觀相嚟嘅。而其實呢一點咧喺大家喺科普成日聽嗰啲咩希格斯機制產生質量，即係 Higgs mechanism 嗰類咧，其實咧都同呢一個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呢一個概念係有關嘅。咁我依家再講下大家成日覺得好神奇嘅超導體啊！喺大部分有晶體結構嘅固體入面咧，啲原子或者離子咧，其實就唔係隨機亂咁放嘅，佢哋咧係大致按照一個周期性嘅結構咁排列嘅。你可以咧粗略想像成為一個三維嘅棋盤，喺每一個點附近咧都有一粒離子。咁呢個有規律嘅排列咧，我哋叫做一個晶格 lattice。但係咧呢堆晶格咧就唔係完全唔喐嘅喎，啲原子或者啲離子咧就會喺佢哋平衡位置附近咧有震動。咁金屬入面咧，部分電子可以喺成個晶體入面移動，咁咧呢啲我哋叫做導電電子。咁點解普通金屬會有電阻咧？一個成日常見但係唔準確嘅講法咧，
就係話啲電子一路行一路撞落嗰堆原子嗰度，所以咪有電咗咯。其實呢個講法咧係錯嘅。如果嚿金屬入面個晶格係冇邊界嘅，而且有一個完美嘅周期性咧，其實係唔會產生電阻嘅。真正帶嚟電阻咧，其實係會破壞電子有序流動嘅機制，例如晶格震動啊，物料入面本身有雜質啊，又或者個晶格本身咧就有缺陷，同埋某類型電子同電子之間嘅相互散射。但係喺某啲材料咧，個溫度降到落去臨界溫度以下咧，就會進入所謂嘅超導相。咁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啊，電子同電子之間咧就會排斥噶嘛，因為咧佢哋嘅電荷咧大家都係負，但係咧電子同晶格咧就會咧可以有作用，從而咧產生一個有效嘅吸引力。咁呢度咧，我哋試下用一個非常之粗略嘅圖像去理解啊。試下諗下，第一粒電子經過嗰啲晶格嘅時候，會輕微拉動到附近嘅離子，令到咧個晶格局部咧產生變形。但係呢一個變形咧就唔會即時消失。第二粒電子經過嘅時候咧，可以俾呢個咧帶正電偏離咗嘅區域咧所吸引。所以咧兩粒電子之間就唔係直接互相吸引嘅，而係透過呢一個晶格嘅震動咧，間接產生一個好弱嘅有效吸引力。呢一度咧我就唔去詳細解釋咧所謂嘅 BCS 理論啦，因為咧要涉及到咧比較高深嘅物理概念。有興趣嘅朋友，又或者你讀過下物理咧，就自己去揾本固體物理學嘅書咧去睇啦。對於一般大眾而言，你大約可以理解成一對電子，佢哋有相反嘅動量，可能一粒向左，一粒向右，然後咧一粒咧個自旋咧就係向上，另一粒咧個自旋咧就係向下。佢哋因為咧我剛剛提到嗰個晶格震動而產生一個好弱嘅有效吸引力啊嘛，從而咧就可以組成一對咧叫做 Cooper pair。但係 Cooper pair 咧就唔應該想像成咧兩粒電子咧好緊密咁樣黐埋，變成一粒細小嘅分子。其實喺 BCS 超導體入面咧，一對 Cooper pair 嗰個空間尺度咧係可以遠大過電子之間嘅平均距離嘅，所以咧大量呢啲 Cooper pairs 咧係會高度重疊，你唔可以逐對咁樣劃開話呢兩粒係第一對，另外嗰兩粒咧係第二對。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成個電子系統入咗去同一個具有量子相位嘅狀態，呢一個共同嘅量子狀態咧，先係超導體最重要嘅地方。而要將呢個系統由超導體狀態去返正常狀態咧，你就要打散啱啱我所提到嗰堆 Cooper pairs。但係咧呢一個世界咧就冇免費嘅午餐嘅，你要打散呢堆 Cooper pairs 咧，就需要付出一個最低嘅能量。而當呢件物料個溫度足夠低，普通嘅熱擾動咧就冇足夠嘅能量咧去打散大量嘅 Cooper pairs，所以呢個超導態咧就可以保持穩定啦。當然呢一度咧我省略咗入面好多嘅細節啦。但係簡單而言咧，一粒電子咧就冇所謂超導性嘅，一對孤立嘅電子咧，亦都唔會出現超導體呢樣嘢嘅。所以咧，其實超導咧係大量電子通過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多體相之後出現嘅集體性質嚟嘅。順帶一提啊，啱啱提到呢個 BCS 理論咧，只係適合最基本嘅超導體嘅啫。例如鉛啦同埋水銀咧，降到落去零下270度左右咧，出現嘅 superconductivity。比較新穎少少嗰啲高溫超導體，例如 YBCO，又或者鐵基超導體咧 ，BCS 理論咧就唔啱用嘅。而高溫超導體理論咧，仲係目前凝聚態物理學入面一個極之艱深而又冇乜大突破嘅研究題目嚟嘅。咁咧，我都有朋友咧做緊呢方面嘅研究，咁有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咁講到呢一度，你可能會問：溫度、鐵磁性同埋超導體，最終唔係都係由粒子同埋量子力學去決定嘅咩？冇錯嘅，佢哋咧其實咧就冇違反到咧底層嘅定律，而 Anderson 咧亦都唔係話宏觀世界咧要脫離量子力學，而真正分別咧其實係兩個 concept，一個咧叫做 reduction，一個咧叫做 construction。我哋可以話咧一塊磁石最終咧都係由電子、原子核同埋電磁作用咧所構成，呢一個諗法叫做 reduction。但係由底層嘅 Hamiltonian 或者咧寫一條多粒子嘅薛丁格方程開始，直接去預測某一種物料最後係咩狀態，或者啱啱提到個相唔同相之間嘅相變，或者嗰件物料嘅宏觀反應咧，咁呢一個問題咧就係完全唔同層次㗎啦。咁呢一種咧，你想由下而上去認識翻個世界咧，叫做 construction。而多體問題嘅困難咧，唔單止係粒子數量太多，數值上咧我哋根本上又搞唔掂，更加重要係咧大量粒子有相互作用之後咧，一堆低能量下真正有用嘅自由度或者描述咧，係同原本嘅單粒子物理咧係完全唔同嘅。其實人類嘅世界又何嘗唔係咁啊？
如果呢個世界得一兩個人嘅，就唔會有所謂嘅政治啦。但係就係多呢個世界越嚟越多人，人類之間開始有複雜嘅社群行為，先會產生所謂嘅文化、國家同埋社會學呢類嘢啊嘛。咁嚟到最後俾個總結啦，咩叫湧現呢？就唔係話成個物理系統入面咧，突然間多咗一種神秘力量，亦都唔係話咧底層嘅物理咧失效。湧現咧其實係指當大量粒子互相作用，咁一個物理系統喺新尺度上面咧就可以形成新嘅秩序啦、新嘅集體性質，以及咧你應該要用一啲新嘅有效定律咧去描述啦。咁今日咧我就用咗溫度、鐵磁性同埋超導體咧嘗試去講解，咁就希望大家有所得着啦。咁啊，再分享下自己少少嘅心聲啦。我當年喺香港讀物理嘅時候咧，見到好多讀緊物理又或者想讀物理嘅中學生咧，就以為物理研究咧就淨係得最大嘅尺度，例如 cosmology，又或者咧得最細嘅尺度，例如 particle physics 或者 string theory 去值得研究嘅。其實呢一點咧，可能同所謂嘅科普或者大家咧俾科普咧嗰啲 jargons 咧去影響到。但係其實物理學咧仲有好多分支，例如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一個非常之大同日常物質咧有直接相關嘅範疇，叫做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凝聚態物理學。當年咧小弟咧就係研究呢個範疇噶啦。而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咧就提醒我哋咧，知道世界最細嘅零件咧，就唔代表我哋已經理解我哋實際生活其中嘅世界。我哋見到嘅溫度啊、磁性啊、超導、固體、流體，以至物質唔同嘅相咧，往往都唔係一粒烏納粒子嘅故事嚟，而係大量粒子互相合作之後先出現嘅新世界。而更加神奇嘅係咧，有時微觀結構完全唔同嘅材料咧，去到大尺度咧，竟然咧都會表現出相同嘅規律。呢樣咧就涉及到相變啦、譜式性，即係 universality class，同埋重整化群 renormalization group 呢一類咧比較高深嘅概念。我哋之後有機會咧都可以慢慢講嘅。Anyway，大家下次飲水嘅時候，不妨諗下點解眼前一杯水係液態而唔係冰，唔係水蒸氣？點解一塊細細嘅晶片可以靠半導體材料處理咁多資訊？又或者點解某一啲材料凍到落去唔同溫度咧，就會進入完全唔同嘅物理上咧？當你開始對身邊嘅物質開始問點解，其實你已經咧入緊去科學研究嘅第一步㗎啦。咁之後咧，我會繼續分享更多物理啊、數學同埋其他相關嘅知識啦。咁有興趣嘅就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